accident 的事啊，因为三个字大路滚出，三个字路山上阿爸呢，你点点接咩，点点想，也太好。他那落来，我要讲过一项，我要贴面淡薄，我要刷后礼拜我再刷路，要囝安怎样2巴，要考啦，囝会考，然后人结尾两种合乎个了。第一边我要讲是啥物啊？真正多人无明白，伊人讲啊，哎呀，那菩萨的心肝安尼定啊！伊无虾米自卑啦，人讲做佛自卑，我较自卑啊！啊，这句话唔能讲，咱要评价佛的。你看维苏利玛家有贴白讲啊，人要真实真的自卑，伊就迄个这个人。第二项，伊要过这个人作吞论，人若是无人会吞论。伊马路伊的这个正的这个大主大悲会行马路才会浮起来。然后按照个迄个这个人，你是你们讲有加加减，有当时咱人的时，咱那是啲人的性地啲起，咱要想，按照要想，有当时性地，按照你啲起性地，你袂记啊？所以我讲。圣地特别带我去地基，圣地你要带我去地基，咪，走，唔通来带我去地基，一项好。第二项想法，我听你人袂想，我会想，我出家啊！哎呀，我离开我无囝，伊人真正好，真正顾啊！今日我离开伊人，我帮伊人。好的物件我会放，这臭物件我买放啊！臭物件卡咩可较放？有一个安尼样，咱的身体就无。有吞论忍足，爱做。你看伊做菩萨的检查，你看伊忍足，伊啲完全的忍足的技无，我讲你故事。伊到底咧欢喜咧往食酒醉咧伫困。要未来这王将的这查某去伫别个树丛卡去听这个圣人的讲经，咱的菩萨，那些王起来食酒醉嘛，你去做咩？我讲经，讲什么经？教人安怎吞论？吞论什么？吞论啊，人做我未起行。哦，呀，安尼我来看者，那夜到刮伊鼻孔，刮伊目耳啊，忍足个有无？原在个有无起行，身体毋是到底鼻孔，毋是到底遐，有影，毒咧骹，毒咧手，个有身体无？我无身体，有影无身体啊？人讲如女如熊，如女如熊，用骹踢，未来这菩萨子。你会记过第2条故事，说细汉做囡仔，人会记我早几礼拜我才讲马坡的篱笆。安尼马无起来跪，这个王，安尼就也咧做人来，也咧包头毒，也毒的孙，两只脚甲两只手，这个囡仔把你17、8个月，伊要死的是讨下面，互我阿爸食长火烧，互我妈食长火烧，互这个人毒我的脚食长火烧，互我平安。忍足啊，吞论啊，你看你人会做我像。那是有当时人个卡打着你死要死啊！哎呀，当时你看安尼去毒安尼，就讲好啊，长火烧，你人就要做甲安尼相安尼，你人嘛你才会成佛。等于我咪讲一个讲淡薄，你人我是教你人一个几粒，他人要知大主大悲做菩萨，阿咪是叫做大主大悲。伊个自卑啊，像甲一只家母伫小家囝，你家母无翕无讲，家囝我顾你把这就饲我了无？你去趁你就饲我食，你知无？家母无像安尼样啊，咱人家囝囝阿妈饲你，把这你就饲阿妈哦。这个家母看伊小囝，要来食，伊讲去老远，这个是自卑，正佛教的自卑。
唔是上到有个查甫人小惊喂，惊来跋倒啊落死，有时我这涂骹啦害死，拍咧涂骹只个，你惊看哦，拍咧报仇啊，好，囡仔学了，把这人做伊要报仇了，迄个唔是自卑，迄个是小过头，小作成作歹。自卑啊，无分派，无讲我的囝，别人的囝，当人囝，个人囝，佛教的人，无佛教的人，这个拢总无。伊无类人，我人有类人，分开拢总无，拢总众生我小，这种款是真实的自卑。不得叫人讲。管自卑就是要管安尼款的自卑，唔通讲我小我囝，我小我 girlfriend， 小我 girlfriend， 小我 girlfriend， 老妈妈约会去，唔对，人你说我小我大波人，我大波人真正好，大波人真正好，所以约会唔是安尼款的自卑 ，there must be no carnal love，there must be no first love， 唔是我的。我的囝，我的查甫人，我的查甫人，拢总无我做一个，这个是真正的自卑。伊个自卑若是直直对到尾来啊，一点我本无，伊看拢总像，only oneness， 拢总一项的呐，拢总众生，阿母阿婆还是阿娘，拢总我相安尼。我的囝唔是我的囝，拢总不是像禽兽，还是人，还是鬼，本是像鬼我本小。啊，这个是真的自卑。有个人讲，安怎菩萨安尼心肝安尼定，咱来考虑看者。如昨啲讨囝嘅时，你人上好看，但嘛我就时讲咧，我就是要互人明白。讨囝嘅时，昂喂昂，我先爱讨论囝会使袂？伊好嘅时，哈咪大啲嘅心，伊自卑阿咪，一个老乞食，真正可怜。你为我讲我好路。你会记无？这边就好，第二句来讲 ，Brahmin 带我这个男囝去互伊阿公看，伊阿公你好你教会你安尼做好嘅人，伊希望讲伊个囝本会倒转去找阿公，本趁出头，唔使来大巴的受苦，所以咱袂使讲伊无自卑，伊真正自卑。自卑甲伊个囝，自卑甲伊个老人，特别咧老人头一个，伊真正大自卑。伊讲 take them to King Sivi, their grandpa, and you will be a very rich man。係你係咪說？伊講真正笑真兩個喙真正甜。不，自從尾來就講，嘿，我若是帶伊去找老王啊，我睇到我頭殼，不動，我唔敢。我要實在甲你講，我要帶轉去要互我某做查某間甲路仔，馬路只兩個囝噗走去這個蓮花湖 ，and 伊講啥物？着掠了，上到這個雞籠湖入雞籠了，雞籠了未走了。你看到囝就拍，家隻老血，囝去攬啲骹時。兩個囝兩支骹目睭滴，伊家己看着血，伊目睭滴兩個囝的家隻，你又好走點聲？隻囝就走了嘛，走入去，規身軀滴轉上個一個物件，滴好脆啊呢，滴轉。伊笑還沒來，頭一個笑，愛來去抓着對，愛來去抬着死，第二個笑，互人物件到落拖着對，第三個笑。對啲倒落來，我就掠。所以你看伊無路，看咱來講啊，安怎做你若是你人想，你後叫伊安怎做？叫伊拖到對囝，去拖到對，
一破一第二个，伊要做这个政府了，这个是最后袂到的，过一时伊要来出事，伊这个要去调整那要落来要出事，做是大道台主要政府了，所以伊这个十个菠萝蜜，搭项八百，真正巴扎了。基本伊来出事，做是大道台主，伊见一边手见天顶，一边手见地。通天卡无一个人会赢我，但揽一个10项，保时无人赢我，界无人会赢我，要下迄角无人会赢我 ，renunciation， 一个地位无人会赢我，骨力心无人会赢我，第6项忍辱吞忍无人会赢我，第7项实在无人会赢，第8我。决定心无人会赢，第9我自卑，伊阮Brahma我无半个会赢我，讲较自卑过我。第10项我心爱平和，心平。有个人讲，哎呀，虾米事你都学甲去食，你莫学较有类人啊！有类人无来讨囝，最爱囝，那是嗰一项。你学有类人了啊？有类人要甲你讨到，你要讨囝到对有类人讲互你啊？讲我饲了，我唔袂互你了咯。甲你这个去食的时，会记我伊学价钱，把这我手到对虾米？1000只啊，100只的枪，100只的马，100只的牛，1000地金，查某的100地，甲你隆重，王才好。咱有个人讲，好物件唔通好一个囝，活的物件唔通好死的物件会使好。但你来记无伊啲保持咧700项，700只的牛，700只的马，迄个嘛是毋是？有咧嘛是有命数，嘛是有命。安怎迄个有人无讲，哎呀，好无命的物件会使啦。安尼迄个是禽兽，有人较无少。安尼这个囝。有人笑，所以伫这边一句若是讲安尼话，就是讲伊自卑，还未交业完全个。伊有伫虾米？这边咱要明白，真正坐在个人无明白，有两款的这自卑，一款的自卑啊，毋是正叫做 meta， 一款自卑是叫做白马是笑，有看见我。笑，我的囝，我的某，我的家伙，我无我了。这个笑的 love， 笑的自卑，伊会做了流目油，正的自卑就流目油。安尼啥物事？伊若是讲笑的自卑啊，伊有一个。attachment 贪有，你无完全，就要贪无做一下。咱咧想啊，逐人某常做烧达甫人常做烧某，囝常做烧大某常做烧囝。这个烧是叫做白马，毋是正自卑，正自卑无一个我了。女人若是会烧。这别个囝相甲女人的囝，一只鸡囝，你来打着鸡囝了，鸡囝死，你是激嫌这只鸡囝啥，你打着你家己的囝，这个是正自卑。但你较侪人打着这个死鬼是死定老头，死鬼是啥物？人有无自了，无自卑了。他妈会叫我讲，正自卑无人。正自卑有忍辱吞忍，你看伊好囝了时，看着囝伊规张古准 ，and then 虾米事伊无出去抢囝就对 ，and 伊有忍辱，伊忍辱会吞忍啊，通天卡会无人赢，所以大尖目睭滴，平常讲穿开上间咧冷的无风，错些，这个啦，也是正自卑。咱要想看，
你人讲啊，哎呀，听了真呀苦，听了流目油，咱要来上苦看。是你人看了听这个经了，你人讲苦真呀苦，这个苦对伫倒落来，对贪来，无贪无苦会记第二个四谛法。你人想看，啥破病？你人吉祥好未困，安尼你笑。那是正人囝，还是讲你咧？到了别人的囝破病，你有好无好？阿咪就无好，无虾米笑。你说等你囝破病哈，有笑了个有啊，对了，好了。家己囝未困，所以拢总的人听你听就经了，苦对这条路，你人的心有爱，贪也未脱离个。所以脱离这个贪，咱贪咱们知这个贪啦，第二个四谛法你知，你不再讲，拢总的苦对这条路来对贪，贪咱们查看这个贪啊，对这条路来就贪，这个贪是对我见，我。对我见，我灵魂，如我意，有一个我甲如甲意，这个啦叫做下见，这个叫做我见，这个我见呐是咱贪法的点本事，贪咱们知，这个我见对这道路发起来，对无明白，无明白什么物件？无明白啊！如甲我是无半项是一个名色，心甲不对，mind and matter， 正是这个心甲不对咩啊？去了落，随去随落，一minute一 second， 升华，正是这心甲咧不对，万那个唔使讲，国家一个 second， 国家一个秒钟，把你心甲就把你不对了。你人家己看到，就人正常的时人看到，心不对，买得，切话是讲名色，正是这个名色呀，名色，你要观看，伊是升华，这个你看到明，无常，无看到无我，这个你若是渐观，看，搞甲这个看站。你看到100%的无我、无汝、无我、无事烦恼、无狗牙子、无阿爸、无阿狗、无猪、无狗、无长、无山，拢总，你看正实是无，这个是叫做无我。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无我，就是讲得到一个罗汉，你就安尼带，喊你是力团。正100%无汝无我无意无灵魂无心魂，就基本未谈，甲做你发生那现在谈，还没教本未谈，还没教你讲若好教若坏的教，那是无你发生那现未谈，做你发生那现是对才有，佛教才有，佛教本是对有一个萨萨那的点声才有。我计2018几年熬了，无要紧，未来这个无的点声你看，佛经就是垃圾，加最先的新生新一地，加了拢总你看到这个立团的路，你还没做，伊人无对这个思念处的经，那是你直直对，你观你看到这个名色、香菇、感觉、想，甲这个形，这个四项你就是观，未来你会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名色，了你就是观，你看到正100%无我，这无我就是立团，要到这边为止。咱来回向淡薄，过在后礼拜我才刷落，因为故事也未了，这个囡仔的苦在啲路也未了啊。
这第5礼拜我讲这1000经，顶礼拜我有讲啊，有个人买巴西来问我，安怎咱的菩萨安尼心肝安尼定，了我就贴白讲，伊人只好做菩萨，伊人慈悲正慈悲啊，是无一个恶做一个。了你人看，逐人啊，想讲慈悲，伊人讲我慈悲，其实咱的对慈悲啊，无虾米正慈悲。咱的慈悲是阿摩话做 selfish affection， 我小。actually 巴利话伊毋是 meta 是正慈悲，伊巴利话是白马就是 selfish love。我小我的囝，我小我的查某人，我小这个物件是我的，伊有看到这个我，正 meta 无这个我做一个。顶礼拜我有贴白讲安尼样，特别今日我要搁贴白讲几哪项安尼样意思。咱若直接听故事，咱无摕这个机会来训练，咱的这个神经袂直直开。他那咱我要讲淡薄，你知无？咱的悉达多太子，萨迦牟尼佛达，伊去知是系虾米原？伊系讲白日我要成。三藐三菩提 fully enlightened， 伊毋是上界咱逐个讲，这个功德互我快跳出苦海，这个意思是讲，互我快生死过罗汉，然后来跳出毋使来生老病死。伊无，伊要下这大愿八日，我要来救众生，愈济愈好，我要救到countless millions。来跳出这个生老病死，所以伊就要对这个10个波罗蜜，因为10个波罗蜜要对到3摆，通天下无一个人讲，我较赢伊一个。这个10个波罗蜜最后确定我才贴的讲过一下，都人听好。这条经啊，1000经就是讲啊。伊佛教做苏梅达是拄着人成佛，伊下这大愿讲，白日我要出世，要成这个什么三不达，安尼样去在伊来修这个菩萨的课，4个阿清劫，甲100清大劫，这个阿清劫，你问我偌久，我未晓讲，100个大劫，100清大劫，我就前下句讲声，一个大劫偌久。一粒巴肚7支手的长，7支手的宽，7支手的悬，100年一斗，一个仙女拿一个布揉这个巴肚，揉到这粒巴肚无去花无去，马路才会使讲一个大劫，100清大劫，了个4个阿清劫，这阿清劫毋是最好算的几百清年大劫，安尼去修这个课。修到他那会使讲，这条1000经就是讲，伊修到差不多就要到尾了。伊完全达项，这毋一项呀，一项就是讲，伊的保持的波罗蜜无9粒完全个，特别啊，对保持行到无了，马路才会谈到100%的正完全这个保持的波罗蜜。安尼伊这保持的是咱无明白的人，安尼咱虾米事？咱的心过垃圾，有贪嗔痴。咱看，哎呀，安怎菩萨会安尼样诶？家己的囝，家己的某人托本好，了囝着怕，伊也无去救，伊无慈悲。安尼虾米事？伊的慈悲另外特别，还有这个9个巴拉米，9个波罗蜜，贪落去马路车。听完全，他那我贴的一项一项，伊波罗蜜一项一项让听看。伊伫好囝的时，好过了后，马路才讲伊这个保持的波罗蜜100%完全了。人若是这个保持的心无完全啊，你看伊好物件无像，你人看，有当时我人才讲，
你知无？十六月去做保湿，那是讲啊，伊个保湿交热较大啊，伊就是听到 automatic 自动一贴2块还是5块还是10块，嗱，这个我无拿。伊无想诶，就听到想俾我做，但係我无闲，嗱，这边我无拿。这个就是叫不要讲 automatic 自动伊浮起来，但係有诶人。安尼个保湿心还未交热完全，你来解讲保湿，慢只，我第要几个呀？哎呀，他准备去看伊了，你再看，好这脑壳其实唔使看，来啦，大过只来啦，这个就是讲伊还是得，伊保湿的心无100%好个，所以这个人大过做好。你看这个我讲人听好看，真久的是，有2个人做圣人大啲大巴，这个2人是最最来啊，是正咱的释迦牟尼佛一直做菩萨的点声，个第2人最最来，弥勒佛做菩萨个，2人2个菩萨行啲巴。看落啲山坑咯，就哎呀，一只好母摇个不倒，摇个欢喜了嘞，3、4只好囝，我去要食卵，安尼伊摇过头，卵个无，伊想要食囝，只囝看到，哎呀，阿妈啲胃啲痒个我，哇，囝个叫，特别睇见不倒摇个要去，伊个哇，想要食个囝，这边你看。这2个白白是菩萨，特别就的保湿心较色，咱的释迦牟尼佛的保湿会做菩萨的点声，头一个伊会较色，第2个较无色，啊不是安尼啥意思？弥勒佛本是把这个完全，特别伊会这个巴拉米也未够热，所以让2个做2好款的工课，头一个看到，哎呀惨！第2个是咱的弥迦布达去做菩萨，一看到，哎呀，这个好母安尼摇，我来去讲来听一听，我来去找吧，伊走去找吧。这个剩一个呢，哎呀，我朋友走去找吧，等看伊夹吧，对来伊捡回食去，靠我来他们跳落去，就跳落去来讲，好的好啊，那这边吧啦，做食啦，一跳落。你这边还没啊？你看这论藏经阿弥达嘛，伊这个是头一个啊，伊要保湿，特别伊走去找白头生，伊想讲啊，伊的心救去淡薄个，惊唔甘好这个香菇，去摇个这个命经个，这个。automatic 自动看到个香菇，唔是我的香菇，这个是肉来，可以食这个肉。这个就是布达巴利话讲，阿桑咖喱缸 and 阿沙桑咖喱缸，阿桑咖喱缸就是啊，自动一跳落去，搁一个沙桑咖喱缸，伊过上，所以这边大妈我讲就白白保湿，一个 automatic 自动压出来，一个一过上，所以这个就是讲啊，伊去抱囡仔的时。人家开嘴讲，这囝互我会体，伊无过上嘅，我当然啲去了，因为他们属于这个保湿心啊，100%完全了。你看啥榴莲就好，咱的榴莲那是100%色，一胖要加落来，特别那是无100%色，伊把你99%色，一胖到啲树当中，伊无加落来哦。就是你看伫这边啊，伊人要做这个10个菠萝蜜啊，100%完全，上摆伊出事的点声，伊刚举手见，你人看在佛山时，逐个人长一个咧，一个手见伫地，一个手见伫天，通天骹下无一个人赢我，玩过我，较强过我。你还没说要这把这个做这10项菠萝蜜，正100%清气。第2项，咱要想看，伊何日正了的时啊？你看到迄个老猪畜也
摇咧山顶摔落啲脚只，就摔落啲脚只，看到流血，即小，即个千金小姐，咧查某囝是干下子啊，甲迄个太子家里，唔捌着命，捌着拍，就摔落去那把太油一按啊就流血，and then你看到是啊。伊若是讲咧，平时看到，哎呀，我好你囝你摊啊大个面前要拍，跳到对来囝。若是讲这个人有影，敢跳到对来，但是咱的菩萨有影，敢跳到对来，伊破伊第二个巴拉米，第二个巴拉米是伊戒。我好你就是我好你，我无救，所以你看伊袂使拖到对，安尼就是讲伊第二个巴拉米。这界真正完全，看着家己的囝伫苦，唔敢举手去度人。第三项咱看，你看伊伫讨囝的时，囝伊好，他等好了，把你再吓喘，把你伊人会记无伊某口规暝了某死了的时啊，伊抱伊咪说抱伊某下伫篱笆。呀！一头起来，哎呀，妈的，你来死的吧！我一人我要安怎做路？要去到个灾苦，看伊囝，看伊查某人安尼想讲查某人死，头夹去天顶，目睭直直直。哎呀，我今日这个查某来担这个苦，今日我无这个机会来互伊正好的这个出山。你信不信得过？今日若是我查某人死的国家。两个国家，我的国家甲伊个爸的国家，两个大日子，甲你今日你看，哎呀，我袂走下手。逐顶帮看，心个抓，来收，来救着一某活起来是马路你才讲一句话，是规暝无讲半项，规暝讲一句话呢，按照你去到安尼久，了过了伊唔敢讲给某听，伊某阵阵问，囝去倒落。还有某规暝暗暝吹甲天光，要买来食了起了的时，开目睭的时，先生讲互我听啦，我的囝去倒落，咱马路伊才讲我好人了。哎呀，先生你好人了，安怎你唔敢讲互我听？妈的，我就是过头小路，我唔敢伤着你的心，真正就比特别讲袂出。有的人家讲出有时上，哎呀，互伊啲苦一卖，所以这个话，马路才好，红才好，无几点钟呀，天公来跟着去只阿哥来拖我，应该大家人讲，那是一句，那是我，那是讲，那是做安尼，哎呀，我把你互我的囝，了我的苦，甲你唔知，看下你过来拖我要安怎互你？伊无安尼想，这天公就跟着去只来甲伊拖我呢，退啦。这安尼伊无想，这个就是讲啥物啊？伊写，伊放迄个无一项伊爱，去在伊互伊某的时，伊本就死，啥物事？无人去吹只互伊，伊就入巴落去呢。甲了是某伫入巴吹物件，伊袂晓吹物件的，伊就做一个王，伊就袂晓吹物件，对吧？伊甘愿去，好去了，我死无要紧，伊无想甲这个我。这就是讲，伊第三个这巴拉米，第三个巴拉米是会晓写，放迄个。第四个巴拉米是第四个波罗蜜，还有地位。伊好囝的时，路人会记无伊渐渐讲，这个囝，伊好某的时，本是讲安尼话，这个啦，这个物件，这个我的某，我真正惜，这个囝两个我真正惜，通天家的我真正宝贝。特别一千过较宝贝，我爱神，三不达要来救众生，这个就是讲伊地位真正高压。你好囝的时，伊无想讲想到功德，伊想到讲把这我要生三不达要来救众生，所以这个款的地位就是真正第一关的地位，爱救人。这就是讲第四个巴拉米，伊真正大量，真正大。第五。你看迄人赶伊出境，一路一直好，去在买份雨，买来人雨，拖马车一份雨，雨甲3摆就行路，行分就破，
一个就牵，一个就抱。这就是讲啊，伊好啊，伊无讲放分段，搭规直直人家做伊干好，家做伊干，这是骨力，骨力直直保持，骨力直直保持。几百时我嫌声无，我莫讲上济，几百时伊伫保持无相甲人。有时你记听我咧讲一条故事，伊要救一只鸟，阮咯挂迄上久的肉，喺啲青直直顶，挂甲规上久的肉甲了。要救一只命，一个命，这个就是讲真正骨力伊咧保持啦。第六，忍辱吞忍，伊予伊囝的时，你看到老岁，平常人咱就是抢到对囝，大比你看伊有嫌囝烂伫骹，囝目油滴滴落的骹，伊看到囝老岁，伊家己目油滴落伫只囝家只，安尼尔伊。去在规身躯准，大比嫌菜伊有一个忍辱的心，吞忍，若是无吞忍啦，去压落甲这个老人，压落甲这个老人起生地了，达落就比，会记无？请就比啊！伊要烧伊囝，上甲伊烧伊元寿人，这个元寿人伊本就要烧。所以，若是讲烧伊囝无烧元寿人，伊若是烧伊囝，要去骂咧住错，要自闭这个8%，无100%了，无听到剩75%啊。所以你看，伊个忍辱吞忍啊，是真正咧，真正完全。三摆伊袂打喊只囝出去了，伊走入厝囝，好像个牛安尼，你三个人偷开啊！要买来一关，他们就吞忍了。哎呀，我这个靠对伫倒落来，这靠对我烧这两个囝，我若是今日无烧这两个囝，我唔使来靠流目油干呢。所以这是叫做忍辱吞忍的巴拉米的波罗蜜，100%的完全。伊若是伫好物件时，伊逐个好 ，I give and never shrink。我好，我无救到对，伊逐个讲真老句话，我好，我无救到对，意思讲啊，原来讲我好路就好路了，安怎样不好，我袂使甲你拖到对。你看伊伫看的时，伊查某囝伫游的时，伊讲流目油。去在我目油毋是目油来，啥血安尼样来，安怎样不落囝伫救我咯？后生就讲啊，无我小妹放这边啦，阿妈妈有淡薄，这样有两个囝，凊彩有一个囝伫身边，但是我好了，我袂使救到对，流目油，啥流血安尼讲，这个就是讲啊，实在，我好就是好，我无救，这个就是第7个波罗蜜。伊真正完全，无一个人会做上个伊安尼。第八啊，就是讲伊决定心。你看，伊人来讨囝了，安尼去坎坷，still人来讨保，伊决定心讲啊。这是我要真正要做到我这个保持心100%完全，无一下呢就人讨呢，一下呢一行。第9要自卑，啊！伊唔是讲无烧伊个囝，伊伫好囝的时，伊想甲这个留去食，安尼凄惨，你记无？伊好囝了后，伊讲个留去食听。伊讲你都拢带一个两个囝去见个爸，你若是见到个爸，白日啊，你会变好个人。伊想甲迄留去食会变好个人，伊无想甲伊个囝会苦。安尼烧囝本真啊烧，这个留去食迄本真啊烧。特别个留去食，讲我要带转去啊，互我某做路财甲查某干。伊讲惨，我就抓了。人家虎大的鸡笼跳袂出了，这个就是讲要自卑。我这边讲淡薄互人听话，若是讲啊，譬如话4个人要入巴，
女人有一人，你会真正好朋友一个，你会冤仇人一个，你会一个人你唔捌伊的人，这四个人要入巴入到内面巴，该我做些插头，我找你，头路，你人四个人我袂一人，了你问讲爱做虾米？我要抬一个人，我要下愿，我做贼，我要下贼神啊，贼的红光，爱抬一个人。你人安怎心？真正多人讲啊，我冤仇人提起啦。你人想话，你人家己心话。有个人讲啊，无我提起啦。有个人讲，那我唔捌你，你举起啦。有个讲，那我好朋友，你举起。那是你安尼讲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你的周边无完全，假设完全四个你看做啥一个呢？你也袂讲啊，那我完全人假是，什么说周边无完全起讲了？你来讲啊，无我来去，你无想我，会记无你人要提前周边的事，逐个要管家己头先，互我平安，互我去到路无完全人。去到路无病听，了，互我的亲戚五个，互我的朋友，就 start from 我头先。安尼不得讲一句话，逐人熟家己头先。所以你若是敢去头先，讲啊，你替我去开始，就是讲你无周边甲对内直接来家己。所以若是正周边，这个四个人伊看做上啊一人，所以讲袂出，到了一个。出在他冇到你一个解决，那第10个菠萝蜜就是讲啊，有别家心平平，你看伊啲雨音声，真正平，伊无讲啊过了啦，新鲜的是啲雨是有口好，后再过了后，伊要control了嘛，伊要啥控制伊的心，咸，你看伊无来找囝的时，你看伊坐个咸。就是讲伊卖有配卡就是咸。他那我搁要贴白讲，咱气较深，淡啊直气深。佢讲啊，咱所看到，耳仔所听到，鼻孔所味到，嘴所啖到，脚手所摸到，心所想到，这是叫做六根。六根拄到的地方，咱目睭看到物件，耳仔听到声，这个拢总是叫做果。了，咱看到这个果，就是讲啊，假日我开目睭，我看到这个老阿伯过去街路，假日我的果生生要拄着这个老阿伯，你假日安怎走袂去，但就要拄着这个人，假日你人的科技来至这边，是你人的果，你人真是有做到淡薄好，假日你人的果来这边见面到我，了耳仔听到，这个是叫做果。The fruits of previous action， 但係你安怎接受這個果？你放因把這個出果了，假如人看他聽經，聽了你，哎呀，這個明白愛對，就是講你接受你放好果好因了，你愛對了，你轉去你漸漸對付的家事，啊，你直直做直直好，直直做直直好，這個就是講啊，你出。好因了，把这个出好果。有的人你看，伊若是开目睭看到，咱那这查某来讲，这查某囡仔读册了，怎么伊看到一个样面来？哦，这个样面个高讲话，这个是个果来，你看听到要拄着这个人，来你看到伊苏家伊这就是老人直直亲啊，伊这边看到，伊要来成红下拄着。所以这边人我要贴白讲人看，伊伫好囝的时，伊未来伊带去巴伫修行7月日，怎无占这个老乞者来找这个菩萨，这个是果然，生生就要来今日要这乞者要来讨囝，是个果来。这个果原因伫倒落，原因因为古时几百世，伊人老人完成。主促，甲这个菩萨早还手，未来你看这个菩萨成佛，伊做దేవ达达，还手，有人讲还手咯，真正今日
这个老乞者会来讨囝，就是讲果，结果故事人系玩小心了，最系玩小心。这个老乞者故事做别项，伊系玩小心。但是我要拄这个人，我要可以坎坷，就今日伊来拄着这个菩萨，伊来讨囝。了菩萨，伊个个第二项的原因，你虾米事？伊去下一个大愿讲，八日我要这个10个菠萝蜜无人会赢啊！伊下安尼款的愿，伊这个故事的原因，伊下安尼款的愿，今日伊拄着这个人，刚来刚开喙讨囝甲伊，就无人来讨囝，伊这个巴拉米这个菠萝蜜袂熟，所以刚来就是伊下这大愿来拄着这个人。第二项，伊看到这老乞者时，伊个心欢喜心，今日真财气趁拄着乞者，伊若要讨虾米，我要予。伊看到的是果，他那伊接受的就是帮因了。伊就随伊讲，若是这个人讨虾米物件，我要予。这边伊系干嘛？伊帮因了，伊帮因啊，伊个这个。菩萨行，把路才会识 conditioning for his readiness to become a sama sambuddha， 就是讲这个系这个情形，伊要成sama sambuddha真係緊了。那第二項你看，伊聽到這個老乞者討，下無你互我，你會驚，這個就是過了。伊个果去听到这个人来讨囝，虾米事？伊故事帮因讲，我要做我做我这个菠萝蜜，保持的菠萝蜜，300无人会赢啊！所以安尼愿今日听到，耳仔听到，你会互我，你会惊呗？随伊帮因了，这个是阿毗达玛论藏经，就帮因落去了。即时死了，伊个人啊，会使讲要成，要去天顶了，无要来出世啊，无要来出世就要来成佛了。伊个这个10个菠萝蜜完全了。那第三项咱来观看，伊好囝来看到，目睭看到，哎呀，囝家只老血，这个就是讲啊，故事，咱个菩萨有伊个垃圾，伊个故事超因果有地淡薄。所以看到，哎呀，这个物件我真正爱物件，他那互人做个老血，这个就是 condition by some remaining back 噶嘛，唔好嘅因果有地调嘅。伊大点唔敢紧动，伊讲像个一只鸟囝抓伫这个老虎嘅喙，伊伫准，伊唔敢。起卡起手，唔当骂你骂这个老乞者，就是讲一帮因，可以10个菠萝蜜完全了。这个就是讲因果。他那落来我讲啊无，这个会记无伊好囝了的时，了这两个囝甲这老乞者就行，出啲巴了，就出啲巴了啊！会记无查某囝渐叫。张神啊，山神啊，这边大这虾米神啊，刀龙啊，刀卡手救啊，好救命，好我骂，看咩来对我人啊！你若是伫来找囝是刀龙带着路啊，查某囝3岁外安尼伫好，要讲哎哟，我的脚尖又咩，日头伫落山，路个真正无平。渐跋倒，有一个跋倒，一个老阿伯伫输一家只，所以真正闹的是真正苦。这个伊人要去60里，这60里呐，1里7支蕉，60里就400几支蕉。特别人啊，这闹的是8日要来成4个罗汉，要来做佛的囝，个大波8日要出世老虎啦，了这个查某是要来出世。2個新動力第一大嘅，有巴拉灣啊！即內嘅醫生是幾百千時啲做好，
所以去到了红光的对，抓住巴的点声，这住处留去食，那元宵人无钱，到个下晡时，伊就爬去床顶，特别也无爬去床顶的时，这两个囝就吹山顶，北这两个囝北伫树丛头的，北伫树丛头，伊个意思是想讲啊。那是老好要食哇，先食两个囡仔头先，食到两个囡仔了就饱了，但係無食哇了。所以摕這個兩個囝綁伫樹頭，了伊家己爬去樹叢頂，困好好是爽爽。了這邊嘅安尼，伊這兩個甲了是真正做真正做好，幾百千時佇做好，紅光對調調，是囝骹有咩咩，特別紅光。啲道郎伊人，了就安怎做？搭咩？红光一个变做马，一个变做爹，老老的偷一个囡仔，长衣可以，洗衫穿衫可以，了对骹带骨，做可以食，天顶的物件可以食，这个就是虾米？安尼伊人做好交嘅红光对调调，这边咱要明白，那是人直直做好，去倒落有几人看无着。老阿伯直直困，这两个规暝做好时调节了红光，互人困只红光的门床，所以人咱看是啲苦，去在伊人是无苦，就红光心灵啲高调调，困本啲困啲红光的门床，安尼啲个。了这就错，大日天光早早就落来，特别未落来的是红光，这囡仔佫互北到顶悬在树头了啊！这老伯落对来落来呢，有虾米物件通食，一生食有春看无，有囡仔有食无怕惨，所以这个人讲元宵人，假如无钱就对啦，伊顾伊家己就对。现在是这两个是有这个红光心灵的歌，所以这个老伯就偷这两个囝，个赶两个上啊牛直直行，400几支手啊，若是讲要行15日是未了无影无食，这物件都消化袂安尼哦。个囡仔又慢慢3岁外4岁外，安怎会行？特别一红光斗骹手，来人15日。这伊啥故事？伫赶出境的时，本来大人1日2日啊，伊到了，这个15日，搭暝就红光伫过真耐见啦。了迄一暝占无占，伊个阿公望着这两囝阿公，看他这做王，伊是山椒仔王，伊占无占望着人摕茉莉花予伊，了伊就插这个茉莉花伫两个鱼啊，了这。花的心的粉，打捞落去上久，了嘛再叫人来冤枉，人讲哦，王伟，你毋知虾米真正好的亲情，要来见面咯。所以这个老乞食，带这两个囝，意思是要转去伫伊个所在，伊个所在。要转去要去交这两个囝互某，特别如要去迄个所在，弯来弯去，煞毋是去迄个所在，去伫这个江的所在，这个两个囝的江的所在，要行过王江，王在伫楼顶看着这两个囝，一个老人伫带，伊看着伊人生上甲是我的孙。安怎一个两个老人安尼伫赶，是安尼伫，要叫王叫伊来。这老乞食不毋知讲是这个两个囝的阿公，伊若是囝，我操，伊若是囝，伊无囝，伊想讲是别个位，毋知是别个国的王。所以这个王就问，来到王的面前，王问讲，这两个囝是一嘴的，你倒我摕来。了就说讲。我去在是2礼拜前，我有去讨来。哇！你真正有讨啊！等我一个人会互你囝的。哦，这个人啊特别的咯，你敢开嘴虾米，伊敢互你。出来，月山达拉王，
呢王这个老王就知，原来这个老仔是我的孙来。哎呀，这老人嘅替我的孙就点，哇！你真正牛讲话讲甲三百个老人嘅何你这个孙？哦，伊讲唔使讲话本会，这个人你敢开嘴，虾米伊本敢何你嘅？安尼呢，在王中嘅人讲，哎呀，你看，佫无变个，人讨虾米好，惊本好，好了佫要去做查某干甲路财。这两个是太子甲小姐，安怎会刚刚去做人嘅路财甲查某干？女要好，查某干要好，路财好，抢买车你要好好啦，家己嘅囝本摕来好啊！安尼呀，你看伊后生，四岁外呢，就是人若是有钱甲爸母啊。外面若是人嫌咱的爸母，咱袂使咧大点点。这个囝就听着呢，阿公，伊人讲虾米话？我阿爸虾米本无了，你要叫伊学虾米啊？人来讨，伊无半行通好，这人讨囝伊就好了。伊若是有马有车有女有马车，伊好，这无半行了，阮才做啊。做了我人好，无要紧呢。也讲讲，孙女孙，我无去访甲你爸，去在你爸做的工课是真正好，我真正赞成。特别你爸好女人的时，替女人老人好甲这个老人呢，你爸安怎样？哎呀，阿公啊，我的爸。目睭滴我人嘅家食落去，我规身躯滴准啊！我爸嘅苦啊，真正袂晓讲，我毋捌看到伊安尼苦。你看伊真正笑伊爸学到掠伊去互人不好，你看伊无。咱若是讲啊，若是咱嘅爸母互咱去互人啊，咱讲，操阿爸操阿妈，这个无。老王嗰要讲啊，安怎人是所讲话，就是好囝。咱伊爸讲，这个这细汉的3岁外，阿公啊，这个人臭人来，自己敢输我家食，老早要输我家食，伊唔是人来，阿公看伊骹看伊物件，伊是妖怪来。然后伊讲就听着这查某囝讲安尼啊。哎呀，不要紧啊，他那女人是哪一子？过一日又讲，故事，逐个女人看到我就一个跳起我脖倒，一个跳起我平安，安怎样？敢那女人哪会徛到微微？大伯会讲，阿公，故事我跳起了脖倒，你是我讲，我是正太子啊呢，他那我是老仔，我。小妹是查某干，大陆会使去跳啲王嘅脖倒。你看安尼细汉嘅人讲安尼物件，王听了哎呀未来，哎呀唔通做老仔，唔通做查某干。若这个钱我买女人出来，然伊查甫囝讲，阿公，我爸讲，若是要买我出来1,000多金，所以讲叫伊再清。摕出来1,000多斤，买这后生啊！这个孙女查某孙女，阿公啊，100只的枪，100只的马，100只的牛，100只的羊，100多斤。王甲了马，100只的枪本好，甲了好。我老你干呀，买来啊，公买来这个囡仔了后。我送这老七只一间厝7人楼的，and then after 买了，这个老七只变做了大差不多变做。